港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自2025年1月17號喺日本上映以嚟廣受歡迎，票房突破4億日元，目前仍然持續熱映中，並特別推出咗日語配音版本，顯見日本觀眾對九龍城寨嘅濃厚興趣。其實日本人對九龍城寨嘅迷戀由來已久，早喺數年前就出版過多本寫真集同紀實資料，而漫畫作品《九龍大眾浪漫》更加係喺呢一波熱潮中被再次提起。該作品由漫畫家微月尊創作，自2019年起於周刊 Young Jump 連載，以懸疑、科幻同戀愛為主軸，故事背景正係架空設定下嘅未來九龍城寨。呢套《九龍大眾浪漫》講嘅故事發生喺未來一個叫泛用地球嘅世界，一個人造星球重建咗舊時代嘅城市風貌，其中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九龍城。城入邊有好多熟口熟面嘅嘢，舊式香港樓宇、霓虹燈招牌、凍檸茶同金魚茶館，成個城市充滿懷舊感，但係又隱藏住好多古怪同謎團。主角叫鯨井令子，32歲，喺一間地產公司做嘢。佢對男同事工藤法十分留意，覺得對方古怪又唔多講嘢，但又好吸引。直到有一日，工藤帶佢去咗一個舊區，叫黃昏大道。由嗰刻開始，令子開始覺得唔對路。佢對自己過去嘅記憶一片空白。佢發現有個女人同佢樣貌一模一樣，連名都一樣，都叫鯨井令子。呢個人原來係工藤以前嘅未婚妻，別名叫鯨井 B， 早已經死咗。更加恐怖嘅係呢個鯨井 B 以前喺同一間公司做嘢，行過一樣嘅街，坐過一樣嘅茶館位置，就好似有人複製咗佢人生咁。之後令子慢慢查到更多驚人嘅嘢，有啲人可能係複製人，記憶係人造嘅，甚至呢個城市本身都可能只係一個虛擬世界嘅副本。而成個故事最觸動人嘅地方係，我哋鍾意一個人，到底係鍾意佢嘅內在，定係佢嘅外表同回憶？如果記憶可以複製，人仲算唔算獨一無二？被複製出嚟嘅人有冇資格變成真正嘅自己？九龍大眾浪漫喺2025年4月5號推出電視動畫，由白石晴香同杉田智和擔綱聲演主角，鯨井令子同工藤法。另有真人版電影預定喺2025年夏季上映，由吉岡里帆同水上恒司主演。恰逢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喺日本熱映，以九龍城寨為背景作品帶嚟更高關注度。作者微月尊對香港同台灣街景嘅再現同浪漫解構。佢曾經話創作靈感嚟自一款老遊戲《九龍風水泉》，仲有旅台嘅時候嘅街頭回憶。再加入香港懷舊感、旗袍女子、舊郵箱、霧中電車等，好有舊九龍味道。2025年4月，動畫版《九龍大眾浪漫》正式播出。今年夏季，真人版電影亦都將上映，由吉岡里帆同水上恒司主演。好啦，依家先睹為快，欣賞一下《九龍大眾浪漫》真人版電影嘅預告先。教えてやるよ、この街の懐かしさってやつ。懐かしいって感情は恋と同じだって。この人、私なんですか？記憶がないんです。記憶など初めから存在しない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工藤さんは誰を見てるんですか？クーロンジェネリックロマンス。